哎呀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。他一直想让我撸他，来。美美是个爱撒娇的姑娘，在当妈妈之前，她是唯一一个非得和主人一起吃饭的大小姐。走，爸爸来了。过几天就要生了，来，吃饭，吃的好一点。不要。这会儿他吃饱了，他吃饱了。也许是初次怀孕缺乏经验，也许是大小姐懒得动弹。总之，后来的结果，你们已经知道了。宫缩了很长时间，羊水球还挂了，强力的宫缩也有，就出不来。不动了吗？有心率，但是到2只都给好不到吸氧。我下去马上就给他吸氧。偶尔有呼吸，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。嘎哒嘎哒，哟，力气挺大。味道它灵活程度高了，抱到妈妈那边去。美美通过剖腹产下了小莫和小白，现在这2个一度命悬一线的孩子，总算是挺过来了。今天是1个礼拜了，目前恢复这个活力还是不错。这只小白还剩一口气，我们还是坚持抢救它。哎，没想到现在恢复的挺好，这1周这个奶喝下来，你看肚子鼓鼓囊囊的，看到肚子啊，看到肚子，对，这是一个好的现象。放下就好了，它还想去找妈妈。啊，这是个妹妹，哎，这个都有点睁眼睛，等会儿可以拍啊。我近一点可以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？其实这个已经有一点意思了。我没想到她这个剖腹产的妈妈后面还是挺爱孩子的。看起来主人也挺惊喜，第一次当妈妈的大小姐还是挺负责的，兄妹俩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。